咱来看，伫台南有一个铁工，伊利用歹铁来做雕像，彰显农村社会情景，希望甲早前食苦拍拼的精神记录落来。伊讲，伊为一个铁工投入艺术创作，一路行来有真侪困难，不过肯拼就有出路。希望用伊的经验来鼓励即马少年的一辈。一件一件用铁仔做出来雕像，有农民咧牵牛，有渔民咧拍网仔，这些拢是来自台南的艺术家林允立的手艺。过去这中国时代，伫这块土地拍拼，就是要感谢这个。我的想法是伫这。66岁参政出身的林允立，原底是咧做铁工，不过伊嘛将对艺术的兴趣用铁仔来呈现，记录早前农村渔村的生活。伊嘛望讲用伊的经验来鼓励少年辈。我嘛要甲这少年仔讲，咱做啥物代志，不管有困难啊啥，拢是爱解决。我当时咧做这作品，要行出这条路嘛，无遐简单，只有你爱拍拼，靠这物件通互看。林允立利用歹铁仔，重新搁做出因过看天食饭的农村情景，嘛希望会当互少年辈学会晓较早食苦拍拼的精神，勇敢去挑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